中国在东突厥散过度的隔离措施给维吾尔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据悉，在首府乌鲁木齐，所有机构和居民区将设置单一出入口，禁止所有居民离家，违者将被拘留。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几天在伊宁县的马扎尔、登马扎尔和特里公县，社区领导和警方进行了社区检查，审查了围城制度的执行情况。据报道，东突厥散的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无症状的。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周五表示，计划将其美国存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眼下，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在审计要求上仍有分歧。这5家公司分别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称，美国是乌克兰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在周三发表的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采访中，中国大使张汉辉指责华盛顿通过反复扩大北约防务联盟，并将俄罗斯推向角落，并支持寻求使乌克兰与欧盟而不是莫斯科结盟的部队。他称，美国正试图在乌克兰和台湾实施同样的策略，以恢复冷战心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挑起大国的战争和对抗。张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其特点是互相信任程度最高，互动程度最高，战略重要性最高。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称，预计哈萨克斯坦将从9月起通过阿塞拜疆最大的输油管通道出售部分原油，因为该国正在寻求替代俄罗斯威胁要关闭的管道。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占世界供应量的1%以上，即每天约140万桶。近期英国的高温天气出现的过于频繁，令人担忧。12日，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南部、西南部、中部的部分地区进入干旱状态。据报道，这是2018年后英格兰首次宣布干旱状态。而与此同时，英国正面临着今年夏天以来第2波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英格兰经历了自1935年以来最干燥的7月，降水量只达到往年平均的35%。7月气温曾一度飙升至40摄氏度，达到英国史上最高温。乌俄战争发展至今已经5个多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日向官员喊话，警告停止对记者谈论吉普对抗俄罗斯的军事战略，直言战争绝对不是虚荣和大肆宣扬的时候。泽连斯基强调，如果你想要上头条，这是一回事，坦白说，这是极不负责任的。